大家好，我係 JK。上集講咗濕疹成因，今次會介紹濕疹飲食宜忌。濕疹要忌食以下食物：一、海鮮，例如蝦、蟹、帶子、聖子、蜆、生蠔等有殼海鮮；二、燥熱食物，例如牛肉、羊肉等紅肉；三、濕熱水果，例如榴蓮、芒果、菠蘿等等；四、高組織胺食物，發酵食物飲品、煙燻肉類、乾果、堅果類、醃製菜、精製糖類都要避免。想改善濕疹，就要多食健脾胃、清熱去濕解毒食材，例如綠豆、赤小豆、薏苡仁、土茯苓、白扁豆、淮山等等。按呢3個穴位有去濕解毒、止痕消腫嘅功效。第一，風池穴。喺後頸脊椎枕骨下方呢個位置，用拇指按到有酸脹感，15到20次為一組，每次3組。第二，神門穴，喺手腕手掌關節呢個位置，用拇指交替按左右手穴度，每次約3至5分鐘，按到有酸脹感就可以。第三，合谷穴，喺手背第1、2掌骨之間呢個位置，用拇指按壓15至20次為一組，每次做3至5組。希望呢2集影片幫到大家改善濕疹問題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止痕清熱食譜，仲要 like 同 share 啊！下次見。